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在这个礼拜当中对我们的保守跟眷顾。这时候，我们又用欢喜的心来到圣殿当中，来与你亲近，说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从以前到现在对我们的保守跟眷顾。我们同时也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让我们有亲近你的时候，透过礼拜来领受你所赏赐一切的恩惠。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同时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专注在与你亲近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教会的生活，可以透过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扶助，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激励，让我们在许许多多的困境当中可以得着力量。我们为此也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特别恳求主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与所有服侍的同工同在。我们特别将敬拜团仰望在主手中，求你赐下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透过他们的带领，让我们将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说今天在第3堂礼拜之后，我们要召开和会，在和会当中，我们要思想您在过去1年当中对我们的赐恩、保守跟眷顾。我们同时也思想我们在未来1年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求主透过这个会员和会，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责任，全心迎向你的心意，透过我们所推动的各项施工来满足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说我们同时将我们的国家台湾也全然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最近疫情好像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我们恳求主你在这时候掌权，保守眷顾所有的台湾人民，让我们得到保守，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礼拜天的早晨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现在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我们用敬拜赞美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们一起来拍掌。普天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很伟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聚集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喜乐，将我们得时不得时都没有关系，我们将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用赞美来将我们自己回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再一起来唱普天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造上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很伟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很伟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和华，因为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慈爱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欢庆，因为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但我们希望不单单只有我们的身体进入圣殿中敬拜，我们渴求我们的身心灵都与你来亲近。求你降下圣灵，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里。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万军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
肉体向你呼，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愿你的荣耀降下来。让我们从头再唱一次，更深的与神来相遇。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愿你的荣耀降下来。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地与我们。愿你的荣耀大大的降下来。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充满着地，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充满着地，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哈利路亚！感谢神赐下圣灵引领，让我们有那个福分进入你的同在，与你相遇。约翰一书5章14节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恳求你此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清楚明了你的旨意。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
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的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现在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将我们的眼睛闭上，把手按在我们的心上，安静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多少时候，我们人何等渴望神来触摸我们，安慰我们的软弱，但其实神也希望我们人回转贴近他，明白并且遵行他的旨意。你愿意将主权交托给神吗？如同所罗门一样，祈求合神心意的智慧，而不是祈求属世的金银财宝，来触动神的心弦。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的歌词再一次来宣告：我愿触动你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握住我的神，握住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
主啊，愿我们的敬拜成为那馨香的活祭，蒙你悦纳。愿我们所唱的歌词，如同那诚心所愿的祷告，蒙你垂听。约翰福音15章7节这样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求神亲自来成就。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请安静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1章1到12节。请翻开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旧约的部分516页。历代志下第1章第1节。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巩固了他对以色列国的统治。上主他的上帝赐福给他，他使他非常强盛。所罗门王命令所有指挥1000人队伍和100人队伍的官长、政府首长、家族族长以及所有人民，都要跟他到基遍的敬拜场所去。因为上主临在的圣幕在那里。这圣幕是上主的仆人摩西在旷野造的。约柜在耶路撒冷，大卫王从基列耶琳把他请来的时候，为他搭了一个安放的帐幕。第5节，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祭坛也在基遍。在上主圣幕的前面，所罗门王和所有人民在那里敬拜上主。王在圣幕前敬拜上主，在铜祭坛上献了1000头牲畜做烧化祭。当天晚上，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问他：“你要我赐给你什么？”所罗门回答：“你一向以大慈爱待我父亲大卫，现在又使我继承他做王。主上帝啊，求你实现你对我父亲的诺言，你立我做王，统治一个如同地上的尘土那么多的人民。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好让我能治理他们，要不然我怎么能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上帝回答所罗门：“这是你的心愿，你没有求富贵、财宝、名声，也没有求消灭敌人，或为自己求长寿，却只祈求聪明智慧，使你能统治我的子民，就是我立你做王统治的人民。12节，因此我要赐给你聪明智慧，除此以外，我也要赐给你财宝、富贵、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以后也没有一个王比得上你。”上帝赐福所有听他的话语且这样去行的人。今天本堂的蔡正道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所罗门第1讲，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在第3堂礼拜结束之后，要召开年度的定期和会。我们当中要回顾过去1年当中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所以牧师在这边先提醒大家，第3堂礼拜结束之后，请大家我们的会员一定要留下来来参与这个会员和会。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参加的，那麻烦你待会礼拜结束之后，可以到外面去做请假的动作，让这个会员和会可以顺利的来进行。那在会员和会当中，我们会回顾过去1年当中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去年全球各地都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在各方面当中都有很大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当然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些改变，最大的改变是去年我们曾经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从3月的第2个礼拜开始，一直到5月的第2个礼拜，大概有9个礼拜，我们停止了聚会，停止了实体的聚会，在线上当中聚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那当然也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平均的聚会人数，那也因为疫情的缘故来下降。如果我们看这张图表，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前年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平均人数是1050个人。那在去年我们是836人，所以有下降大概将近200个。不过这真的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了。我们甚至在疫情比较缓和之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采取那个分流的方式，所以当然聚会人数有下降。那但是在奉献的部分我们也稍微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真的出乎我们的意外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真的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在奉献。但是我们也有进步的地方。我们在网络的收视率上面我们增加了。在网络，也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的人，他们在网络上面跟我们一起敬拜。所以我们网络的不论在订阅人数上面有增加，在每一次这个在网络当中一起敬拜的人数也有增加，那最后的观看次数也有增加，那增加大概都超过1倍。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这是我们在去年有一个相当大的改变。那今年我们都知道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甚至最近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但是我们过去1年已经有1年的经验，我们相信我们今年必须要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思想新的方式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希望我们在透过这个定期和会的分享，我们一方面思想上帝在过去1年当中给我们的恩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思想我们在新的1年当中要如何做，才能更加荣耀上帝，更加使人祝福。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以色列的第3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那我们要分2次来分享。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透过圣经人物他们好的地方来学习，坏的地方来警惕。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领受你的话没有任何阻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当中一个人物，他可以说是圣经当中的富二代了。他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跟以色列的第1个王扫罗很相像。起初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好，他很谦卑，他很敬畏神。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就不太一样了。那我们要理解圣经人物的好跟坏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以及警惕。
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先来看他好的地方，那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他失败的地方。在历代志的内容当中，包含扫罗王一共记载了20个王，那我们就发现这20个王他们记载的篇幅不是平均的，他们是集中在大卫跟所罗门。在历代志的第11章到29章，总共用了19章的篇幅在记载大卫的事迹。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志的第1章，如果你一直看到第9章当中，都是在记载所罗门的事迹。那其他18个王最多只占4章的篇幅。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历史上最重要的2个王就是大卫跟所罗门他们父子。那大卫伟大的地方是他按照上帝的心意建设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所罗门让后代子孙尊敬的地方是他完成了大卫建造圣殿的心愿，并且把以色列人带到他们历史当中最强盛的这个时期。所以这2个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这2个王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个接班的一个特别的关系。那我们要知道接班人的意思就是接下已经有一个有规模的组织，然后继续领导这个组织的运作跟发展。那前任跟后任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接下棒子的人继续往前一棒他们的目标前进，甚至完成前一半没有完成的事迹。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不只是大卫跟所罗门有接班的关系。过去牧师就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哪个接班的关系，摩西跟约书亚，对不对？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接班人。我们看到摩西跟约书亚，大卫跟所罗门，之后又有以利亚跟以利沙，这2个先知师徒的接班关系。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耶稣也把他一个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那后来我们又看到保罗也培育了提摩太跟提多来继承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当中的接班的关系，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来看摩西跟约书亚，他们有一致的目标，对不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的目标是怎样？要进入迦南地嘛。要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建设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度嘛。所以摩西虽然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他找到他的继承者约书亚，完成了他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大卫跟所罗门，大卫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他要帮助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他要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知道他没有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他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材料，把这个工作交给他的继承者，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完成了建造圣殿的棒子，那目标就是要让百姓有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我们看到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时代，人民已经离弃上帝，甚至很多都去敬拜别的偶像。那以利沙继承他的师父以利亚的棒子，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提醒百姓能够回转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那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传布上帝所带来真实的爱，然后12个使徒从耶稣领受传福音的大使命，目标就是把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爱的信息传遍整个世界。那保罗在各地设立了教会，他安排他的继承者提摩太跟提多去牧养这些教会，目的是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去完成上帝交代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的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边老中青3代都有。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有这一种传承的使命？一代把一代的使命传承下去。我们这一代尽力的完成上帝交代我们的工作，然后把这样的工作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去完成。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思想怎么样把这个棒子接下来，让上帝的心意不断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被实现。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所罗门王，他如何使自己成为达成目标的接班人，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我们来学习，让我们也成为这一代的接班人，并且把这样的棒子一代一代的传承出去。首先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说接班其实交班跟接班有2种。第一种是产业的交接，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精神的交接。我们今天读的是历代志下的第1章开始，对不对？如果你去读历代志上的最后28章第9节到第10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怎么样交代所罗门。大卫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所罗门的时候，他说我儿啊，你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跟愿望，你寻求他，他就接纳你；你远离他，他会永远遗弃你。所以大卫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精神交接给他。大卫当然交接给所罗门，还有他的国土，还有他的军队，还有他的人民，他的产业交给所罗门，但是他更重要的，他是要把经营这些产业的精神交接下去。所以他告诉所罗门什么？他说你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并且告诉他，如果你寻求他，他就接纳你；你远离他，他会永远遗弃你。他告诉所罗门这个信仰的秘诀。所以这是最宝贵的产业，也就是维持产业最重要的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听过一个俗语，叫做富不过3代，对不对？为什么富不过3代？就是我们如果把产业交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没有把那个传承的精神交接下去的时候，当然富不过3代。我们知道台语有一句俗语，虽然我们这是华语堂但是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些台语大家也学习一下台语台语有一个俗语说头代油盐酒醋，2代长衫丢裤，3代顿餐袂做，4代袂囝袂某你们看这个字，你们就明白第1代是怎样？油盐酱醋油盐酱醋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怎样？第1代的人都很勤俭，对不对？油盐酱醋都斤斤计较，都非常斟酌，所以他们因为很勤俭自然而然就会累积一些这个产业上面的这个物质上的产业给下一代的人比较好的生活我们其实像牧师这一代我们的前一代的前辈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让我们这一代有比较好的生活可以过活，而我们新的一代当然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所以第2代就怎样？长衫丢裤，就是穿着上面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享受，就物质生活比较丰裕那所以第1代他因为很勤俭，累积了很多产业，让第2代的子孙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来生活。但是要记住如果没有把那个勤俭的精神继续传达下去的时候，第2代生活很好，自然而然就比较奢华了。那奢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传到第3代，这时候
可能第一代的那个，第一代累积的产业哈，要维持他们奢华的生活，就把这些产业怎样变卖掉了，邓产美洲了，就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然后到了第4代哈，该卖的都卖完了，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妻子都卖掉，啊，为了维持自己的物质生活享受。所以哈，这一段这个俗语哈，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要理解，就是说，如果只留下物质上的产业，没有留下维持产业的精神哦，事实上对子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我们事实上从很多社会新闻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人打拼了一辈子，留下了很多的产业，但是他却没有留下维持产业的精神，这样子对子孙来说其实非常的不好。我们看到很多富裕的人家死后儿孙还为了争夺遗产互相诉讼，实在是令人感叹。那这个俗语同时也让我们知道，物质上的产业可能因为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变化来改变，可能会失落，但是你要理解，信仰上、精神上的产业一旦被建立，就永永远远成为子孙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在教会内有一个俗语啊，大家有听过哈？一代清，二代明啊，三代无无无言，四代你请我无言啊，五代的心明满处经啊。意思就是说，第一代哇非常敬虔啊，对于信仰非常清楚啊。第2代还蛮明白的，到第3代就不清不楚了哈。第4代就是聚会要牧师去请他也拒绝他说我没有时间到了第5代就去敬拜别的偶像。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真的，信仰上的产业、精神上的产业，比物质上的产业更加重要，值得我们去反思。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把产业交班给所罗门，他不单单是交班物质上的产业，他也把精神上的、信仰上的产业承接下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2个我们接着来看，当所罗门正式接班之后，他承接一个使命，叫做要建造圣殿，对不对？他在建造圣殿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阅读的经文。他说，所罗门王命令所有指挥1000人队伍和100人队伍的官长、政府的首长、家族的族长以及所有的人民，都到哪里？都到基遍的敬拜场所去那边敬拜上帝。那如果你看第4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括弧你会觉得很奇怪。第4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候约柜怎样？已经被大卫迎到耶路撒冷。那照理说约柜是上帝同在的象征，对不对？照理说所罗门就留在耶路撒冷敬拜就可以了，对不对？献祭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他要求全体的人民还有他的官长一起到基遍去敬拜呢？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把它忽略掉。我们应该来思想，为什么所罗门会这样做？那答案就在第3节跟第5节。我们来注意看第3节。第3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主临在的圣幕在那个地方，在基遍这个地方这个圣幕是上主仆人摩西在旷野里造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怎么敬拜上帝？他们在会幕里，这会幕是可以移动的。然后第5节有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对不对？叫做比撒列。那比撒列是谁？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31章，我们发现比撒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工匠，他有上帝的灵充满，所以他能够做各样的工，可以想出各种巧工，利用各种材料来制造会幕以及一切敬拜上帝的器具。所以
刚才的经文记载说，比萨列所做的这个铜祭坛还在那个基遍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所罗门为什么要到基遍的这个会幕的地方。虽然那边已经没有约柜了，但是那边存在着在摩西时代距离所罗门的时代大概好几百年，大概500年的时间。500年前他的祖先们在旷野里面怎么敬拜上帝的，那些器具都还在那里，他就在那边敬拜上帝。我们可想而知他除了去那边敬拜上帝之外，他也要看一看当初上帝的灵感动比萨列所制造的那些器具，所以他就去看那个传统上祖先们他们怎么样敬拜上帝的。所以作为一个接班者他必须要经由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基础来发展。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是一个谦卑愿意学习的王。他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先去看看几百年前上帝赐给智慧给比萨列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接班的重要态度。作为一个接班者，必须要经由过去的经验来学习。同样我们的教会，我们承接着前人许许多多美好的典范，我们不要忘记或是绝口不提。如果我们把它忘记，是很大的损失。双年教会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典范，我们今天推动了许多事工，设立了许多的机构，主要都是跟这些美好的传统有关系。牧师来到双年教会第一个礼拜当中，第一次分享的就是双年教会的传统，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跟我们的礼拜堂的陈设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一个彩色玻璃的这个图，这提醒我们什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是一个寻求上帝心意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间寻求上帝心意祷告的教会。那第二个就是接下来底下有2本圣经放在我们教堂的中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建立的基础是在于圣经上帝的话。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常常去研读上帝的话，了解上帝的心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艾欧纳斯，就是在这个圣餐桌上面有一个艾欧纳斯。艾欧纳斯是一个宣教的记号，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最后双年教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要叫我们做那个抹布德博抹布的精神，就是做一个服务的精神。所以我们设立了很多服务性的机构，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做一个服务性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承接这个样美好的传统，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继续的发展。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第三个，我们继续来看当所罗门在基遍献完祭之后，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问他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就是你要向我求什么？就所罗门跟他说，我知道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什么？要治理上帝众多的百姓。所以他只求一件事情，他求智慧，这个待会我们会说。但是所罗门非常清楚他现在的责任是什么，他成为一个王。作为一个王，他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治理百姓，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作为一个接班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就是要明白自己现在的责任。接班的人要看过去，但是也要明白自己在这个时代本身的使命。传统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环境会改变，情势会改变。过去的精神虽然不改变，但是方式可能要改变，
方向或许不改变，但是到达目的的方法会改变。我想过去在建设这个教会的人，设立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我们在2020年会遇到这么严重的疫情。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传播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体的传播，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福音。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接班者，我们必须要常常思想目前的责任是什么，并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跟责任。我们现在使命岂不是要扩大上帝的国吗？我们要运用各种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来分享这个可以救人灵魂的福音。最后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到所罗门求什么？他说：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好让我能治理他们。所以所罗门只求一件事情，就是智慧，因为智慧会带来一种能力，让未来他可以长久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选择了属天的智慧，因为他相信有了属天的智慧，他就能在未来日子当中有能力去面对不同的挑战，而这样的能力唯有从上帝而来的，没有别处可以寻得。只有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往前行。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他只求智慧，所以上帝赐给他其他的，赐给他财宝，赐给他富贵，赐给他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以后也没有一个王比得上他。这正是因为他寻求属天的智慧所带来的影响，使他的未来充满上帝同在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点上，未来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该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他的能力，给我们他的恩典，让他的智慧、能力、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教会真正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一起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棒子，上帝给我们属天的能力，让我们专心一意为主所使用，成为他所重用的器皿，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荣耀上帝的器皿。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呼召我们成为教会，让我们透过教会的生活更加认识你，领受你所赏赐一切的恩惠。求主也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心意，在你的心意当中看出我们自己的责任，让我们透过我们自己本身的奉献来成就你的心意，来满足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触动上帝的心，满足上帝的心。
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当中，如果今天领受上帝的话语，你心里有感动，愿意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你愿意奉献你本身来承接上帝交代你的责任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感谢赞美神。好，我们把我们的手放下。好，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你正面临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来服侍你。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我们看到后面有，我们请我们的代祷团队的来帮忙。或是你有面对许多的难关，你觉得很困难去超越的，你需要人家为你祝福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后面那边有姐妹，我们看到。或是你有亲人，或是你自己本身有病痛，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也可以举起手来。那其他人，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愿触动你的心弦，全心讨你喜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亲自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同时也恳求主与我们同在，赐下属天的智慧、恩典跟能力，让我们成为你重用的器皿。主，你就差遣我们去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来满足你的心意。我们将第一次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在主手中，你亲自赐给他们真实的平安，并且差遣他们去到你要他们去的地方，使用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将第二次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他们，赐给他们更多的勇气与智慧，让他们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困境的时候，学会依靠神来超越这些困难。求主帮助他们，并且兴起他身边的朋友来成为他的生命的帮助。恳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时间，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请起立。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乃是出于你无限的恩典。我们愿意在生活中以奉献作为感恩的集体行动，求你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为本会首定的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事工的奉献。在第3场礼拜中，我们有特别邀请淡荣教会的诗班来献诗，愿上帝赐福给他们。第二，本主日第3场礼拜后，随即召开2020年度的合会，敬请在籍会员留步参加。小朋友可至9楼联谊厅，有安排老师照顾。刚才牧师已经有提醒，今天没有请假的，可以在走廊补请假。谢谢。肢体关怀。第一，本会林福音长老李纯义长老娘定于2月6号，就是本周六下午3点30分，在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60周年感恩礼拜，欢迎莅临参加。还有第二，本会会有黄林碧玉长老娘，也就是黄妮长老的母亲，于1月28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其他还有农历春节的事工、野外礼拜事工活动、祈祷会、装备课程、教会团契的活动。安养中心、幼儿园及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消息，请我们一起来关心参与。现在我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牧师先来介绍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一位朱望林先生，是不是？朱先生。好，请起立哈。欢迎你哈。第二位是张恒奇，也是先生。好，张恒奇先生，好，欢迎你，好，欢迎你。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好，那欢迎这些贵宾哈，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让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接待。好，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那我们尽可能从前面来离开哈。